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3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，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43节到4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结果子。古早一个话讲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果子树结果子，这是足自然的代志。果子农，或就是讲种植的人，伊会期待果子树顶悬会通照时来结果子来收成。去年阮伫转去美国一逝，离开3年后，第一届转去。阮厝有一丛，大概5年前，我伫头前店种的一丛的苹果树，无有期待这丛欠缺照顾的这个细甲丛的苹果丛，竟然会结出安尼10几粒的苹果，会当想象先知书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，所咧描写迄个园主的心境。伊安尼真努力种地啦、建设啦，并且种植佮压肥，结果生出来的竟然是亲像野葡萄一般的酸，又佮袂当食的果子。经文安尼讲：我为着我所亲爱的唱歌。唱一首有关伊的葡萄园的歌。我所亲爱的有一区葡萄园，伫一个肥水的山头，伊掘土、将石头拢甲伊削角，然后种真侪上好的葡萄树。伊伫园内做一个守望台，佮挖一个大葡萄的窟仔。伊期待会出一产真侪好的葡萄，毋过所结的拢是歹。但耶路撒冷的居民甲犹太人请恁伫我甲我的葡萄园中间来主持公道。我着佮为着我的葡萄园做甚物？兼有甚物我还无做到的？我期待出产好葡萄。是安怎所结果，拢是歹的。当我甲恁讲，我要安怎处理我的葡萄园？我要将园的篱笆拆起来，互伊受迫害；我要拆毁园的围墙，互伊受吞踏。我无搁修剪，无搁斩草，嘛要互园爬园。互刺仔的草发甲满世界，我嘛要命令魂无搁落互伫遐。上主万军统帅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伊细而种植的葡萄树就是犹太的人民。伊所期待是公平，毋过所看到的是害人流血；伊所仰望的是公义，毋过所看到的是人化冤枉。伫结果子这个概念，结果的概念，后来当分做2个角度啦吼。一个头前是讲的结出迄个好的果子，亲像迄个园主共款，伊努力甲期待的是一个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啦吼，会当有生团济安尼吼，但是伊努力来种地、耕作、压肥，并且照顾这个园但是呢，却生出这个野葡萄共款的这个果子这个结果无符合园主的期待，但是园主才会放弃这个园来。挽除伊四周围的篱笆，拆掉保护伊的围墙互野兽入来食会收成。路加福音第6章43节到45节，耶稣基督嘛论到结果子的代志。
伊安尼讲，好树袂结歹果子，歹树嘛袂结好果子。逐丛树对所结的果子来，拢知伊会好歹，袂当对刺皮中来生满无花果，嘛袂当对草刺中来收葡萄。好人对心内所积聚的好发出好，歹人对所积聚的歹来发出歹。因为人心内充满什么，嘴就讲什么。亲像头前牧师的分享，阮厝头前的这个苹果丛，欠过照顾，但是无疗伤的下面有收成，真好食的果实，互人真欢喜。若无，就算看到有结果子，却吞袂落去，安尼规气莫结果子。这就是基督信仰咱所需要努力的实践的。互咱的生命会通结出美好的果子，荣耀主的名。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，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必切切求你。亲像地空含无水，我的心深水干较无你，我的肉体心无你到要分去。所以我伫圣所找你，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。我的嘴唇要上赞你，因为你主爱比生命较好。我要一世人称赞你，要举手求叫你的名。我的心神会满足，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。我嘛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上赞你。我倒伫眠床纪念你，每时逐更嘛拢想念你。因为你有帮助我，我要伫你的膝骨下欢喜唱歌。我对你对调调，你会正手扶持我。感谢主用心来照顾阮，互阮有稳定自爱，祝福同在。恳求主帮助阮伫生命中间甲你保持美好的关系，会通来得到属灵的营养。会通来结出美好生命的果子，来荣耀主的名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